風標響啊？安全地方將佢停埋一邊，然之後咧叉夠風先可以繼續行車。係啦。咁我哋響行車期間咧，我哋啲車嗰個車個泥擋膠有咩用途嘅？擋住啲泥水啊，冇其他嘅路線。係啦。咁仲有咧，載貨應該有咩安全嘅守則啊？阿師傅。要平均擺放咯，唔好聚埋一邊咯。係啦。咁啊，要個即係個第二嗰個位置咧要平衡啲，俾架車側咯。需唔需要揾啲嘢？需要嘅。揾啲係帶啊，或者嗰啲係焊帶啊，索住佢咯，就唔好俾啲貨喐動咯。咁我哋本身依家啲車咧，一般嘅高度闊度有咩限制啊？我哋呢架車嘅闊度咧就2.4米啦，長8.3米咯。係啦。咁車闊度限制幾多？係咪燃電高度咧？係啦，高度係4.6。係啦。咁我哋行車期間咧，響一條100公里嘅路面，車速限制幾多？我哋重型車係行70公里。係。好，咁啊開始請你駛上去泊位。好啊。或者掉頭嚇。咁啊，好似阿師傅一樣，摸左個鏡。咁啊，留意駛前咧，駛前咧，去到嗰個考試中心咧，留意裏邊比較暗啲嘅。咁你一般咧又開咗個車頭燈，咁令到你嘅車嘅照明效果咧，照到考場裏邊咧嗰啲陰暗嘅地方嗱。咁沿住咧同嗰條泊車嗰個咩咧，嗰條線同埋石壆邊緣咧，大約嚟1尺嘅闊度到或者8寸度嗱，好似片段一樣。車頭咧響魚眼鏡見到咧個泵把頭咧有條啱啱見到一條黃色線，咁啊停車啦，拉緊手掣，咁考牌主任啊會指示我哋請你喺度掉頭，咁掉頭咧我哋重型車限制就5手軚，咁啊3前2後啦，跟住望右鏡打燈入 D 波，咁啊好似片上嗰個係咩咧？嗰個分嘅片段一樣。嗰個扭進右軚打右燈啦，留意車頭響魚眼鏡望有2個參考點嘅，見到綠色嗰個開始掂住石壆嘅頂部，咁啊眼鏡見到嘅，咁開始咧就準備啦，回軚回一圈，或者你好似片一樣。咁啊，我哋示範位同事咧就開始扭咗，咁啊扭翻左軚，大約扭幾多啦？扭圈半啦。咁啊，留意跟入咗後波 R 波，打咗燈。咁啊，跟住扭進左軚，咁扭到咧左邊咧喺個鏡見到個係參考點咧個底部咧嗰個燈條咧，去到石壆底開始回軚到石壆頂。咁啊睇個片段啊，咁啊去到嗰個石壆頂開始咧就停車，咁啊依家回翻大約1圈至2圈軚度啦，咁啊跟住直咗啦，咁啊拉手掣入 D 波，咁啊望左右鏡打右燈，亦都咧跟住一喐架車咧開始一鬆手掣架車移動，跟住扭進右軚，咁扭到邊度咧？扭到響左邊嗰個咩咧？嗰個側鏡底部咧，個門邊嗰度泵把角有條綠色嘅參考點，到石壆底開始回軚到石壆頂停車，拉手掣啦，唔好再前啦。嗱，睇到個片段咧，就呢個紅色嘅燈條咧，到石壆嗰個咩咧？啱啱斜角邊緣就停車，拉手掣，跟住咧望一望左個鏡。咁啊，入後波啊，唔好入錯波啊！自動波咧得3個波嘅波段嘅操作，一個就係向前嘅 D， 一個咧就係 N， 一個咧就係 R。咁留意真就扭進咗軚之後咧，跟住望住右鏡，你嘅右尾角嗰個車底咧，亦都有塊綠色嘅參考點，到石壆底，開始回軚到石壆頂停車嗱，咁啊拉手掣啦。嗱，大家睇翻啱啱個片段咧，左同右轆咧，大約離嗰個石壆嗰個空間咧，就3至4寸嗰度。咁啊，打右燈，跟住入咗 D 波，跟住開始扭進右軚。咁扭進留意睇翻左邊車頭，大家見到有條黃色嗰個係咩咧？嗰條路邊咧有顏色嗰條條咧，就係第石壆出嚟嘅邊緣嚟嘅。跟住咧就扭咗右軚，留意駛前之後咧，留意車頭啊！
可能頂住雪糕筒同考牌主任講，阿 Sir 我完成掉頭，我要褪翻後再洗錢，就唔好懟埋個雪糕筒度。今日留意啦，洗錢咧同個泊車位幾多咧？嚟尺半至1尺範圍度。咁啊，車頭咧亦都有條黃色嘅黃線停車線嘅。嗱，睇上嗰個指鏡咧，即係個細鏡頭見到個車頭嘅魚眼鏡。嗱，睇翻角度啦。咁啊，跟住望一望左個鏡，打咗燈入後波。咁入後波咗咧，跟住個車響個泥擋膠到雪糕筒頭就扭1圈1/4。咁開咗就加多半圈軚到啦。咁跟住等啦。等右邊車尾咧嗰個啱啱右邊嗰個車尾個綠色嗰個參考點，即係嗰條燈條啦，個成個邊緣啊，連埋個角入晒白界線咧，跟住隨手，跟住扭盡就得啦。留意有冇掃雪糕筒啊？嗱，留意就入晒裏邊之後咧，跟住望一望左右嘅側鏡。咁啊，準備個車同個位咧成水平線咧，就回翻2圈半至3圈軚嘅個回軚角度。嗱，睇翻左邊條石壆咧，就考牌中心一樣嗰個尺寸嘅嚇。咁啊，回直咗咧，留意睇翻個車內嗰個係號時裝置，睇車尾咧嗰個泥擋膠，啱啱個參考點咧過咗黃線就停車。咁啊，望一望個電視機，即係個參考嗰個係咩咧？個視像系統。嗱，咁啊，車尾入咗個黃方格仔度停車，拉手掣，咁啊推翻 N 波，咁同考牌主任講我完成掉頭啦，完成泊位啦，咁啊等考牌主任來視察咗冇問題咧，跟住就上翻車。咁上翻車會搞乜嘢咧？跟住會要求我哋出去考路線嘅。咁路線我哋而家重型車咧，基本有2條路線，但係咧佢依家分開有另一條冷門，2條冷門嘅考牌咧出車路線啦。跟住咁留意扭進右軚。咁洗錢嗱，睇翻電機咧，就係我哋車尾要到嗰個黃格範圍度嚇。咁啊扭盡咗咧，留意第2擔咧嗱，咁啊呢架咧如果係我哋棍波嘅重型車掉頭啦，咁留意睇翻打個燈入咗一波，咁啊留意咧我哋睇翻同頭先嘅自動波一樣，咁啊車頭咧如果有2條參考點，綠色點咧嗰個點嗰個係咩咧？啱啱去到黃色石壆嘅頂部，開住回軚到紅色線停車，咁啊跟住望一望左個鏡，嗱個燈條啊，睇翻個角度，咁跟住咧望一望左個鏡入後波，咁啊扭嗰邊軚打嗰邊燈，咁啊佢打左燈，跟住開始咧架車半離合一喐，架車咧就扭盡你嘅左軚，咁扭到邊度咧？扭到左邊車底部嗰個咩咧？亦都係綠色嗰個條叫參考點，嗰個係咩咧？個燈條到石壆底回軚，到石壆頂停車，咁啊拉手掣，咁啊入翻咧一波，望一望左個鏡，咁你跟住咧喐架車咧就扭盡你嘅右軚，咁扭到邊度咧？扭到咧你右邊咧個左邊車頭角嗰個四方鏡，見到嗰個綠色嗰個泵把邊咧有條參考點，到石壆嗰個頂部開住回軚，跟住向前咧留意腳踏嗰個咩啦，紅色嗰個咩嗰個亦都係一個提示標記啦。咁啊，嗰個燈條到咧就停車拉手掣，咁車頭車尾咧就可以越過石壆，但係個轆咧唔能夠碰到嗰啲石壆嗰啲係咩咧？嗰啲實體嘅嗰啲係咩咧？嗰啲係建築物，咁啊留意啊，望一望左個鏡，跟住咧係打咗燈入後波，跟住架車一喐嗰下嚇，跟住咧就係亦都係扭盡你嘅左軚，咁扭盡咗咧，留意睇翻左邊，留意睇翻右邊，唔係左邊啊，留意睇翻你嘅車嗰個角度，嗱。留意望翻右邊啊，嗰個車嘅嗰個係泥擋咧，嗰個參考點到石壆底回軚到石壆頂停車，咁啊仲有大約4寸路，咁啊入1分一波，咁啊望一望左個鏡，打右燈，咁啊架車一喐，跟住開始扭盡右軚，咁扭完盡咗，留意車頭咧，亦都有條黃色嘅石壆啱啱過晒，跟住咧會洗前咧，佢預定過咗啦，依家睇個片就一樣。留意舉個例，車頭咧洗出下咧個車頭咧頂住雪糕筒點咧，
跟住同考牌主任講，我完成掉頭，我要需要褪翻頭，就唔好撞埋雪糕筒啊！留意咧，跟住掉完頭出嚟咧，就沿住我哋嘅左邊嗰個車身咧，地下泊車位以後有啲引導線，大約幾多厘？1尺至1.5尺或者2尺嘅闊度度。咁駛前咧，去到車頭見到地下咧，亦都有條黃色線嘅。咁啊，停車拉手掣。咁考牌主任咧就示我哋倒車褪後入泊入個位裏邊，但係褪後之後咧，左邊車身同右邊車身唔能夠喺個泊車位以外，同埋最後車尾要到嗰個黃格係咪？咁啊入咗後波離擋到雪糕筒嘅頭，扭1圈1/4或者圈半，視乎你嘅車擺得開定埋咧。咁緊等啦，等右邊咧，你車個尾轆個底部咧亦都有塊參考點嘅膠。咁膠裏邊你嗰個附帶條燈條咧，我哋有條係反光啲 LED 燈條咧，入晒嗰度白界線內啦。記住入晒啊個角，咁啊跟住扭盡你嘅右軚，咁留意睇左邊車頭啊，個鏡有冇框到筒嗱？咁入到去之後咧，跟住個車同個泊車位開始成直線，兩邊啊大約1尺嘅闊度度，咁啊回翻你個軚盤嘅2圈半至3邊軚嘅位置度啦，回直佢。咁啊，停車啦。咁啊，望左個鏡啦，睇個車尾嘅離擋膠咧，到過咗黃線，掂到黃線第一條。咁啊，睇埋個車內嗰個後視嘅視頻啊，睇個車尾咧個電視機到唔到個黃格範圍，過咗黃線第一條，但係記住唔能夠越過黃線第一條。咁啊，停車。咁啊，跟住拉手掣，同考牌主任講，我完成泊位啦。咁考牌主任咪落去睇睇個位有冇問題。冇問題之後就上翻車，就要求你洗個雪糕筒咧，會出嚟我哋考路線嗰係4條之中嘅係4選1嘅一條考牌路線。嗱，今次泊個位都好咩？好個位置都好標準嘅。嗱，跟住入咗一波，望一望左鏡，跟住咧一喐架車扭盡個過程啊！一定要左車頭咧，第2啖過咗個雪糕筒，開始咧至可以扭翻左軚。如果唔係咧，一係架車撞咗對面右邊嘅一個行車路面嘅石壆。如果早扭咧，你個左鏡咁啊，沿住一波行前 D 波啊，咁沿住我哋行緊咧呢條咧就叫做係德士古道。咁沿住我哋行中線，咁啊將會咧考牌主任要求我哋紅綠燈轉右。咁留意停車階段啦，望一望我哋嘅係右左右。如果可以你理解得到，可以睇埋中鏡。點解咧？雖然喺後邊揸架車後邊有貨斗遮住嘅，但係今日咧盡大家嘅本能嘅本分，望多啲鏡。咁啊打個燈，停車拉手掣，咩？咁啊入住 D 波等，點解唔入得 M 波？一入到 M 波架車咧，突然間起動下咧，佢電腦咧個係認知架車要準備向前或者向後個動作咧，會較為延遲嘅。係咪？等候期間咧，記住啦。停喺度望下2秒到，望下左望下右。點解咧？考牌有個形態，就係我哋司機要揸車要有個形態咧。咁記緊要咧，就做翻我哋司機起步咧個停頓期間起步嗰個階段咧，一個專注路面嘅駕駛嘅要求咧，要有個俾出個表現啊！留意睇翻左邊9點，永順街係綠燈嘅，有大量車駛出嗱，差唔多佢嗰邊就嚟咧，大約去到6至7部車會轉燈啦。跟住下一個使用呢個燈號管制嘅車，就係我哋依家呢條12方位，即係12點方啦。咁啊，綠燈在前，入翻 D 波，望翻你嘅右中左或者左中右啊，再望一次，去到路口咧，記住望一望左，望一望右，左邊9點，右邊3點，正前方12點咧，去到大約右邊膊頭到右邊咧個安全燈箱就扭右軚。咁咧轉完彎之後咧，留意睇左邊啊，有行人過路地點，亦都睇翻前面咧路旁有個支線嘅路口。咁聽考牌主任嘅指令，咁考牌主任會要求我哋行人天橋底紅綠燈轉右，留意睇翻左邊同右邊。咁睇翻右方咧第3條線咧，啱啱有車停留啊。咁記住駛埋個階段咧，留意望一望左鏡，將個車微微向左。咁沿住我哋用 D 波行駛咧，去到行人過路地點望一望。跟住聽考牌主任嘅指示，咁考牌主任咧會要求我哋前面呢個燈號管制嘅10字路口咧，我哋沿住第3條線，我哋叫左3線咧就右轉，咁啊停車啦，與前車嘅私家車保持大約半個私家車位嘅距離，停定，拉手掣，入邊 D 波等，
咁停留階段咧，啱啱處於位置，啱啱呢個橋底咧就暗啲嘅。原來當你啱啱駛出呢個行人天橋底咧，原來前面啱啱陽光普照咧，路面咧會地面咧嗰啲係柏油路或者係混凝土路咧，會形成會反光，令你睇唔到行車一段咧好短時間嘅視野咧，個眼睛咧感受路面嗰啲景象嗰啲感覺嘅。咁啊留意啊，嗱停留階段咧，望一望左等兩秒啊，望一望左，望一望右，亦都望翻左方咧。9點咧，啱啱有個小巴駛近咧停車白界線啊，右方3點綠燈放行嘅。剛剛咧有巴士啦，有中型貨車啦，有的士啦，其他車駛過路口，記住你要望一望。咁如果望翻我哋左二線啊，原來咧下一個綠燈使用呢個燈嘅駕駛人士咧，就係左邊我哋隔離線嘅第二條線嘅嗰啲燈號限制嘅車輛。咁啊停留階段咧，望一望右邊啱啱3點咧嗰個停車路口咧，剛剛有的士駛過嘅。嗱，睇翻啦，左方咧綠營燈已經係着咗嘅，有電單車剛剛駛過，望一望佢啊。跟住有私家車隨後，亦都望翻咧右邊咧我哋3點咧同埋逆線反方向12點方向咧有車剛剛從對面嘅方向駛近。嗱，留意啊，對面大約去咗4架車咧，跟住我哋綠燈在前啊，嗱轉燈啦，入翻啲入咗波就望一望你嘅左右，去到口要望翻左邊嘅9點，右邊3點，咁轉右咧用你個膊頭過咗右邊咧個安全島嘅燈箱，嗱睇翻左邊古坑道咧個路面咧過燈以後有冇停頓嗰啲不動車輛，冇咧就沿住我哋左線啦，留意睇翻左右啊。睇翻啲行人過路地點啊，咁沿住呢度咧，亦都留意睇翻我哋後邊咧，同我哋隔離同方嘅車駛過嘅，望一望，亦都睇翻前面巴士站有後巴士嘅乘客。咁去到路口咧，望一望呢個係咩咧？嗰個煤氣公司咧，嗰個係修理咧個停車嘅廠房，亦都望翻油站出口。嗱，沿住踏腳掣睇翻過咗我哋依家係嗰個窩仔街咧，亦都有車人俾人望右鏡打燈，將個車微微靠右過咗死物，望翻左鏡打咗燈。咁啊，將架車靠翻左，咁如果睇翻扭軚個角度唔好太多，咁沿住咧留意路面較窄㗎。咁考牌主任會指令我哋葵涌牌過咗燈直去，咁沿住咧我哋準備停在燈前白界線，望一望你嘅右左側鏡，咁睇翻魚眼鏡咧，車頭停緊停車白界線以後停車拉手掣，嗱睇翻迎面12點咧反方向剛剛綠燈嘅，對面咧係啱啱嗰條叫做係嗰個葵福道咧，迎面有車輛轉去我哋左邊嘅我哋9點嘅路口啊，望一望佢嘅行車個動態，亦都睇翻我哋左方咧，啱啱呢段德士古道咧嗱綠燈啦，我哋左方9點咧，剛剛有私家車啦，有輕型貨車、電單車駛過，咁亦都睇翻咧，跟住後隨有個單層嘅巴士。嗱，睇翻我哋過燈呢度咧，我哋左邊有3個路口，記住。駛過路口咧，我哋作為一個安全司機，都係要專注望一望左方9點連續係3個道路嘅路口嘅車輛啊！咁留意啦，睇翻右邊咧，我哋依家綠燈咧嗰度咧已經轉紅燈啦。我哋正前方綠燈啊，入波係 D 波，望一望左，望一望右，再望一望左，跟住望到路口1，左方9點，第二個左方9點，亦都第3個咧左方我9點咧，亦都望翻我哋同方嘅小巴，咁沿住轉彎之後咧。呢度路面較闊嘅，有成3米，就盡量行住車嘅中間。咁轉彎開始路面收窄啦，利用你嘅車頭咧，個司機嗱睇翻左邊啦，已經踩個界㗎啦。如果考牌咧，考牌主任已經剔一剔㗎啦。咁沿住咧，留意我哋車頭角對住咧追住地下嗰條道路分隔線咧，用一個引導線嘅邊緣嚟做行車目標。嗱，當日聽考牌主任指令，咁考牌主任會叫我哋過燈直去。咁留意過燈直去階段啦，望鏡啦。減慢車速，咁就預早踩腳掣，咁啊與前面等候咧綠燈放行嘅專線小巴咧保持個距離，停車手掣 D 波，咁停留階段望翻左邊咧永基路嘅9點路口咧，剛剛有車駛出嚟，差唔多就嚟綠燈，睇翻左後方啊，有位父親咧推住嘅嬰兒車，有個啱啱大約2、3歲嘅兒童咧響佢我哋嘅車尾角。啱啱離開行人路，咁你望一望佢，咁啊沿住綠燈在前，望翻你左，望翻右，再望翻左，咁沿住我哋行緊呢段係永基路啦，先望左嘅9點，右邊3點路啦，如果駛個大型嘅黃格，留意佢呢度咧係雙程
分隔嘅三條行車線變為兩條嘅。咁沿住我哋左線咧，留意睇翻左前方有個專線小巴咧，車旁咧啱啱照我哋行車線範圍，咁啊唔好爬佢頭喎，慢駛喎，預留大約我哋重型車個半車位度啦，停車等嘅係專線小巴離開咗，咁亦都向前之後咧，留意聽考牌主任咧會要求我哋轉咗彎咧，喺下個紅綠燈轉咗，留意行車期間嗱，留意睇翻右後方有私家車，亦都睇翻左前方咧，亦都有個係道路嗰啲係綠色干嘢啲禁止停車牌嘅嗰啲標記啊，小心你鏡阻埋嗱，睇翻迎面。咁轉彎階段啊，預早慢車啦。點解轉彎咧？我哋掌握唔到個交通情況。咁轉彎咧，亦都係路暢嘅。咁沿住我哋準備發出左轉嘅信號燈。嗱，睇翻前方啦。如果考9點嘅同學小心，轉彎咧嗰度咧有一帶咧嗰度叫成福街咧，個路況係比較個路面較短咧，形成架車轉彎會停喺黃格啊或者行人過路啲黃條之間啊，留意慢駛。咁轉彎咧，沿住我哋將會喺前面第2個燈嘅路口轉咗啦，減慢速度。咁點解咧？留意咧，喺呢個位置咧，留意睇翻前方咧，眼燈啱啱綠燈紅燈啦，咁啊準備望鏡啦，準備停在燈前白界線停車。咁睇翻左方咧9點咧，嗱睇翻上鏡頭係我哋嘅做錄影嗰架重型車嘅車內嘅鏡頭，睇翻咧。底下咧個冇鏡頭咧就係跟隨後車嘅，咁睇翻咧左方咧依家9點路口剛剛有車駛出，同上高個片段大致有9成9，即係路況差唔多嘅。咁我哋沿住轉彎之後咧，跟住呢燈亦都比較係個時間咧可以咧跟住啲係節奏咧過到燈啊。咁如果睇翻左方9點，係亦都有車剛剛停低嘅，咁啊留意我哋正前綠燈嘅，咁沿住我哋將會轉左扭左。咁留意轉彎之後咧，望一望呢間學校啊，咁呢間咧就係中華廠商會嘅。咁留意沿住轉彎咧，準備咧響前方嘅 T 型路口轉左。咁轉左階段啊，望一望右方3點咧，剛剛有嘅後方咧有架輕型貨車學車啊，駛近，同埋3點落去嘅車啱啱有車駛過，咁沿住我哋將會沿住呢個啱啱成福街就轉左，發出左燈。咁轉左咧，留意車頭到坑渠蓋水撥咧開始扭動軚盤左軚，咁啊慢一慢先，減慢速度。咁啊預知嘅彎角度咧開始咧，咁啊回直堂軚加油。咁睇翻迎面咧，反方嘅12點，亦都有車係駛近。咁沿住上到呢度咧，咁轉彎之後咧，我哋左手邊有個貨倉嘅，留意有冇車輛從個貨倉駛出，或者迎面有車轉入貨倉。咁沿轉彎之後咧，咁考牌主任咧會要求我哋喺邊度咧過咗街燈柱，揀個適當位置，揀邊度啊？如果前面有個學車阻住咧，咁預留起碼我哋重型車有一個車位距離停車，拉手掣。咁啊，記住發出左燈信號啊！咁等候期間咧，留意咧後方咧，我哋跟隨6點後方咧都大量車係超爬我哋頭嘅。嗱，睇翻正前方，我哋跟住一架學習駕駛咧，一架學習啲輕型貨車嘅學習駕駛人士咧，等佢離開咗先啊。咁啊，沿住考牌主任咧，跟住示我哋開車啦，望翻你右中左左中右，咁啊加油打油燈，咁試到動力頭咧就鬆手掣，咁沿住咧係 D 波行前。咁沿住上緊斜坡咧，盡量行正路中間。咁當日轉彎之後咧，睇翻迎面啦，有雙層巴士駛近，亦都跟隨咧個學習駕駛輕型貨車嘅同學咧，要保持較遠距離。咁轉彎咧，行車路面較闊嘅，有成4米嘅。咁啊，行正路中間。咁轉彎咧，開始過咗巴士站呢個係停放位置咧，睇翻迎面啦。右邊咧3點有個路口嘅，嗱小心有車咧，從個路口咧會係駛出去翻我哋正前方嘅12點啦。嗱，望一望右安全島，亦都睇翻右方咧3點啦，睇翻左方啊，道路邊緣有個係踏單車人士啦，咁啊準備望右鏡打燈，睇翻迎面有冇車，嗱睇有冇移動，冇啦，望翻左鏡打咗燈，將個車靠翻中間。咁沿住我哋行緊呢段咧就攜程圍啦，咁啊車速咧留意彎前彎後啊，早啲收油，令嘅視覺咧望到轉彎嘅交通情況。咁轉彎沿住直上，咁啊去到留意睇翻左邊有個粒位就巴士站，右方咧就盧光輝紀念咧個係小學嘅。嗱留意右邊啊，右邊有個隱蔽路口，亦都駛近咧啱啱行人過路燈啊，減慢車速。
留意咧，睇翻左邊咧就呢個高盛台有個停車場出口，亦都留意左邊咧有禪蓬嗰度有啲小巴，嗰啲係停放嘅小巴站。嗱，睇翻轉完彎之後咧，沿住地下咧右邊地上有兩條雙白線，咁啊速度慢一慢彎前。咁轉彎之後咧，開始見到兩組巴士站，亦都跟隨一個學習駕駛人士啊，咁啊減慢車速。點解咧？去到路口咧，右邊3點咧，啱啱有個小路出口，嗰條叫葵孝街。嗱，落車啦，慢駛咯。咁亦都當日咧，我哋嘅自動波咧有個廢氣煞車系統，原來咧將會咧，你會開始咧就將個指揮左邊嘅指揮棒咧推上2格。另嘅車有個係製造剎車功能嘅嗰個效應嘅，咁就係當你踩迫力咧，自動波雖然有反應，但係始終咧用嗰個廢剎輔助幫你落車咧，減速嘅時間令你掌握個速度同埋路面嘅路況都較為好啲㗎啦。睇翻右同左行人過路咧，斑馬線，亦都睇翻左前方有後車嘅巴士咧，嗰啲女乘客。嗱，咁留意彎前咧，亦都睇翻咧迎面有個3點咧有個路口，左方咧啱啱前面有個地盤工地嘅係路口嘅，但係佢封閉咗㗎。咁落到中段咧，亦都睇翻道路標記有個慢駛標記啦，打踏力。嗱，睇翻迎面有個踩單車，如果睇翻左邊有個係葵業街路口，跟住去到行人過路斑馬線未有嘅，咁沿住咧開始踏住腳掣。咁啊，沿住我哋依家葵盛圍咧落車之後咧，右邊就葵盛西村，左邊就巴士站。嗱，留意呢度咧就開始咧就1線轉變為2線，咁啊沿住我哋靠左特別力啊，咁啊同前面嘅輕型學習駕駛人士保持一個適當嘅跟車距離，咁啊停車，咁啊拉緊手掣，咁啊，等前方咧燈號轉變之後咧，輕型貨車學車同我駛過啫，我哋再跟隨向前。同埋呢度咧，留意睇翻嘅路面設計啊，原來呢度一個彎形嘅直線行車線嚟，小心我哋轉彎會揩到隔離同方向嘅右轉車輛。尤其剛剛有巴士駛緊咧，原來兩架車容納喺條窄路面咧，大家有機會一轉彎咧，個車尾個角度改變咗咧，大家會互相揩到大家嘅車身嘅，特別大家要小心。嗱，睇翻迎面。12點方向，剛剛有個私家車駛過，嗱，下一個咧都將會使用呢個燈咧，可能係行人或者係我哋。咁啊，依家咧未有行人企在行人過路嗰啲過路黃條嘅安全島咧，嗱，轉燈啦，入翻咧入到 D 波咧，望翻你嘅左右嘅側鏡，咁沿住跟隨學習駕駛陣時咧，等佢離開我哋有一個輕型貨一個中型重型車位度咧，咁啊慢慢駛前。嗱，跟住望一望右邊安全島啊，有冇行人？亦都睇翻左邊嘅安全島以來，咁沿住落車，盡量將個車行正路中間。咁留意睇翻左邊咧，就葵合街路口剛剛有架學習私家車喺路口準備駛出㗎。睇翻迎面，咁沿落車呢度咧，亦都當日我哋啟動個廢氣剎車系統，咁啊開咗2速度咧，咁另外車咧落斜階段咧。咁啊減速嗰個階段咧，佢用引擎咧同埋廢氣剎車咧同一時間配合咧，令個車速減慢。你一收油，佢已經有減慢速度嘅個效應出。咁圓轉彎點解要慢啲咧？睇翻我哋跟隨個學習駕駛陣時咧，佢控制個速度都係個質素咧，都係唔係好理想啊。咁啊跟隨遠少。嗱，轉彎之後咧，開始彎後咧，啱啱轉彎左邊咧，大約100公尺又有個巴士站啊，慢駛啦，拖住腳掣啊。嗱，跟住喺呢度咧，去到3角警告標誌牌嘅嗰個學童過路，睇翻後方啊！嗱，有架搭單車陣時啊，都高速駛近嘅，望一望後鏡，咁沿住我哋將會咧就打咗燈減速。咁啱啱學車嘅同學咧，個車身都好近我哋行車線點咧，我哋慢駛啊，唔好夾硬駛埋去。咁沿轉彎咧，開始經過行人過路地區啦，望一望左邊嘅行人，亦都望翻右邊咧3點路。咁沿住開始咧，沿住我哋依家行緊大開度咧，留意左邊啦，大約100公尺有個停留不動一架輕型貨車啦。睇翻對面有架嗰啲係保姆車啦，亦都有電單車駛近嘅迎面啊。咁啊睇個電單車嚟就望右鏡打燈。嗱，越過物體咧，望翻左鏡啦，睇車身啊。如果睇翻開咗尾板一個密斗貨車啦，過咗望翻左鏡打咗燈。咁沿住呢個係小路嘅入口啊。跟住轉彎，亦都睇翻對面有冇雙層巴士駛緊。咁轉彎咧，開始觀察我哋左方咧，轉咗彎之後有個小路出口，跟住望翻正前方行人過路燈啊，小心燈嘅轉變啊，定住車速。
跟住留意睇翻左右嘅行人過路安全度啦，睇翻對面，亦都睇翻右邊3點有個葵涌村嘅停車場出口。咁轉彎咧，預計將個車咧就由沿左邊打右燈，咁沿左線咧，跟住將個車咧改變行車線咧，就使用左嘅二線，即係中線直去啦。睇翻燈前範圍，十字路口禾塘咀街綠燈在前啊，望一望左，望一望右，再望一望左，再望一望右。去到轉彎咧，啱啱去到我哋而家行緊呢條大開度咧，我哋沿左線啊，留意間燈啊，係過唔到啦，搭住 brake，就準備停在斜線嘅嗰條停車白界線以內，咁啊停車手掣，咁啊等燈號會轉變。嗱，望翻左邊咧，我哋9點嘅行人過路啲黃條咧，有大量嗰啲係長者啦，又有推住車仔啦，亦都過緊馬路，咁啊望住佢嘅係咩咧？個馬路個舉動啊，個動態，亦都望翻右邊啊，睇翻同方向隔離右後方有冇車啦？左方9點綠燈嘅，開始轉變咗咧。剛剛有雙層巴士啦，有輕型貨車啦，亦都後隨嘅，睇下冇車跟隨未有。跟住將我哋右望翻右邊咧，對住右邊係啱啱我哋依家嘅1點方位或者係2點方位咧。有個交通燈管制啦，轉燈啦，入定 D 波，咁啊望翻你嘅左右或者入到波咧就加油，踏住個油門加速，咁啊將會轉左，留意左邊路旁有冇不動車輛，冇咧就靠翻左，亦都望翻右方3點咧有個係咩咧？葵涌村巴士站出口啦，睇翻對面，亦都睇翻右邊啊行人過路處咧有個坐住電動輪椅嘅殘疾人士啊，望翻左前方。亦都有2位女士咧，準備橫過馬路，咁轉彎之後咧，沿住呢度將速度略為提高，快少少。嗱，睇翻對面，亦都睇翻左邊有警告標誌咧，原來小心有兒童橫過馬路啦。睇翻左前方啊，有架輕型貨車咧，個車頭咧係啱啱搭住行人路同埋行車路面嘅交界，望住佢有減速。咁沿轉彎有個巴士站，跟住再前咧有個地盤嘅工地入口啊，小心有啲車輛從嗰後駛。咁沿住咧。當日我哋經過咗咧，咁將會發出左轉嘅信號燈，咁準備停在燈前咧，停車白界線啊，踏入力停定，拉手掣。咁呢度咧，成個高峰咧，最難度高就係我哋考重型車行。我哋依家行緊呢度叫葵盛圍咧，落斜呢段交界位置。點解呢條路面咧又多急彎，亦都車速咧，我哋要控制得好啲咧。原來啲彎路咧，路面都係好窄嘅。嗱，睇翻左方9點，嗱，啱啱我哋轉燈啦，睇行人咧冇行緊過緊馬路啊。嗱，綠燈在前，望翻你嘅右左嘅側鏡，咁轉彎咧留意咧打出左轉嘅信號燈，望翻右邊咧，我哋依家啱啱介乎3點嘅上角街啦，留意車頭咧去到咧近住地下嗰2條咧係道路分隔線嘅係白影線嘅邊緣，咁沿轉彎咧。車身略為貼住右邊咧道路分隔線咧，呢度咧路面較窄，咁轉彎階段落車啦，踏住力嗱，睇翻左邊路旁啊，100公尺以後有個係清潔嘅係掃地一位女士啊，準備睇翻迎面，望右鏡打燈，再望鏡過咗物體，望翻左鏡打咗燈，再望左鏡嗱，記住有對面有車嚟緊就唔可行嘅，就停低啦，咁讓咗對面嘅車離開或者掃地嗰位清潔女士咧。離開行車路面咧，我就只好開動啊！呢啲好多時俾考牌主任聽我哋接近物體，同埋會配合第2樣咧，話我哋警覺性判斷力咧係一位唔合格嘅駕駛人士啦。睇翻對面12點方向有雙層巴士啦，亦都有的士咧，同埋後隨咧有輕型貨車同埋的士駛噶啦。停低呢段咧，望一望我哋左後啊，起步呢度位置闊就小心啲係踩單車啲朋友咧爬我哋頭。咁沿住綠燈在前。留意轉彎咧，車身略為扭咗，經過石頭街咧，就將個車身靠翻右啦，踏住力啊！呢度路面咧就呢個急彎咧，同埋對面有車嚟緊咧，搞到大家好多時唔控制車速慢啲咧，會出事嘅。同埋路面好窄嘅，啱啱大約2米4嘅闊度得啦。右邊車頭咧貼住白界線，左邊車嘅尾轆咧，盡量唔好壓到黃線啦。嗱，一壓到第2條咧，咁阿 Sir 就話你係轉彎揩薄噶啦。咁沿住轉彎落斜之後咧。跟住我哋呢度有個小路嘅入口，啊睇翻對面有個停喺對面馬路邊有個輕型貨車，咁落斜望翻小路出口，咁如果睇翻咧前面眼燈係開始咧係紅燈綠燈啊，紅燈踏入力，停在燈前嘅白界線停車，
咁啊拉手掣啦，睇翻右邊3點咧路口咧有食環署啦，亦都係有嗰啲道路咧，嗰啲係咩咧？嗰啲係指示車啊，嗰啲係咩咧？嗰啲嘅引路車嗰啲係咩？有係箭嘴指示啲駕駛人士咧要行邊度啦？睇翻迎面，剛剛有架響住警號咧駛過一架咩咧？一架係消防車輛啊！留意下個動態，唔係消防嚟喎，係嗰啲係垃圾車嚟嘅。咁沿住落車階段咧，呢度由1線轉為2線，我哋沿住搭 black 嗱，睇翻。